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AE Dunks Channel 啊！久違地拍翻一段教學片啦，就教下大家點樣去練下點樣去跳嘅。我見啦，因為好多人佢哋都係用雙腳跳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今次教咗你雙腳跳先。第一樣嘢，我哋可以練咗2步同埋3步，最後尾我哋可以練4或者5步嘅。我首先會建議，可能冇乜點樣接觸過跳嘅人，點樣去練先咧？佢哋練咗2步先。第一，如果好似我咁樣左右腳跳嘅，右腳企前，左腳企後，然後呢隻腳順勢推出去嘅時候，我哋個身體要向下 drop 嘅 ，drop 完腳趾尖掂地，然後起跳。OK， 我見啦，香港好多網上啲人都話記得拉大你呢隻腳，要拉到好出、好長、好大。其實未必係推到越大越好嘅，好睇個人嘅。如果你係短嘅，其實 OK， 但係最緊要係你呢隻腳係一定要向前推，同埋你嘅身體係一定要向下沉。最後啦，記得向下沉嘅時候，腳趾尖係掂地下嘅，而唔係成個腳掌掂嘅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個接觸地面嘅時間長咗咧，你嘅力會消散得好快。咁我示範一次啦，右腳喺前，左腳喺後。如果你掹唔到框或者掂唔到框嘅，可以攞個板嚟當係一個 target 去掂嘅。當你2步練熟咗啦，我哋就可以練3步。3步，今次我哋嘅後腳會變咗做右腳。左腳會喺前面，右腳踏出去，順勢用力推，1、2。好，我示範一次。其實3步係應該會再 power 啲嘅，咁因為啦，練幾次，慢慢熟習一下跳嘅嗰個感覺。咁然之後咧，當你練完2步同埋3步嘅跳躍之後咧，我哋練一練你嘅全速助跑。咁你可以計住自己嘅步數嘅。有啲人可能4步助跑會舒服啲，有啲人可能5步，而我係5步嘅。咁我會示範一次我嘅全速助跑會係點啦。咁有啲人咧可能會慣咗係踏2步先再衝都可以嘅，最緊要揾到屬於自己嘅節奏。咁我會示範一次，如果踱步嘅話會係點樣？所有嘢我哋都係由慢到快。頭嗰3步，我哋係攞嚟揾節奏嘅。去到臨尾嗰2步，我哋先會加速。一開始揾唔到感覺，揾唔到節奏，唔緊要。慢嘅動作開始攞個感覺。譬如話係1、2、3、4，咁樣數住自己，你會好容易咁樣揾到自己節奏。最記得全速助跑係由慢而快。有啲人會覺得我2、3步助跑跳得高啲喎，但我全速助跑跳得唔高。點解咧？係因為你跳得太少全速助跑。所以記得練翻多啲你嘅全速助跑，因為全速助跑咧，你先會越跳越高嘅。如果唔係，你淨係練2步或者3步嘅助跑，你反而淨係識2至3步嘅助跑跳，你就唔會識全速噶啦。記得你練得多邊樣嘢，就會好邊樣嘢。補充多一樣嘢，當你做雙腳跳嘅時候咧，記得係好似一個弧形咁樣嘅。如果你係左右起跳，咁你係向右邊。右左腳起跳嘅，咁你就係喺右邊。好，咁今日雙腳跳嘅教學就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關於運動表現或者跳躍嘅嘢，嚟緊我同 Michael 會合作舉行一個訓練營，我哋會由7月8號開始至8月10號完結。會每個禮拜有2堂嘅訓練堂，中間會有講座去俾大家知道一啲訓練嘅理論啦，同埋訓練嘅知識，等大家去了解究竟運動表現或者跳躍嘅科學係點樣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記得 IG DM 我哋下條片見。